香港銀行水浸，拆息持續走低，同供樓相關嘅1個月拆息連跌3日，最新跌穿1厘，見34月嘅低位啊，報0.96厘。以目前主要銀行 H 按 H 加1.3厘計算，實際嘅按息咧2.26厘，比起普遍封頂息率3.5厘低超過1厘。假設貸款400萬，分25年攤還，業主每個月嘅供款17400幾蚊。比起之前封頂息率計，每個月啦慳息2500幾蚊。有按揭嘅顧問表示，港息低過美息超過3厘，好罕見，相信拆息會逐步回升。而家拆息嘅水平同埋聯儲局利率個息差已經係超過3厘嘅。咁喺聯繫匯率嘅設定之下咧，呢樣係唔可以持續嘅。咁睇翻歷史咧，如果個息差去到咁高咧，其實咧嗰個 HIBOR 可以維持翻喺而家個水平咧，最多只可以係1至2個月嘅啫。咁之後呢個市場都係會調節翻嗰個 HIBOR 嗰個合理值嘅。我覺得咧喺而家呢個減息週期持續嘅情況之下，同埋嗰個外資咧係持續流入本港嘅話咧，咁我覺得 HIBOR 即係1個月嘅拆息咧個合理值咧可以喺1.5至到2厘之間徘徊。